在約翰福音中，耶穌自稱為羊的門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寓意。他作為羊的門，象徵着我們與神之間的聯繫。通過這扇門，我們不僅可以進入神的家，也能夠得到靈性的滋養和保護。當今社會中，許多人試圖通過各種方式尋求救恩，但只有通過信靠耶穌，才能找到真正的道路。耶穌作為羊的門，揭示了進入神的國度的唯一方法，讓我們看見了信心的力量和他的愛。羊的門不僅是進入的渠道，更是安全與供應的象徵。通過這扇門，我們得到了心靈的安慰和滋養。耶穌的應許讓我們不再迷茫，心中有了希望，因為在他裏面我們找到了長久的供應。可是，許多人卻嘗試着尋找其他的門徑，他們希望可以有不同的途徑達到救恩。然而，這些途徑往往讓人失望和空虛。真正的門只在耶穌這裏，我們只能通過他來找到生命的意義。在信靠主耶穌的過程中，我們的靈魂得着滿足。他的愛使我們得以進入這個充滿恩典的羊圈，這是一個永遠的家。當我們依靠這扇門時，生命就充滿了真正的喜悅和意義。